走访屏东内埔，虽然有着独立的特色，却也隐隐约约透露出六堆的影子。因为包括内埔在内的6个聚落，客家人曾经在很久很久以前写下英勇的一页。这个行了讲六堆哦，这句话听起来好有意思哦。对啊，其实我们的六堆，您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。不晓得。我们六堆呢，它代表的含义呢，其实是代表我们南部地区的一个客家统称，代表南部的客家人。尽管没了那黄褐色的烟叶，但是烟草的味道却像是已经吸附在一梁一柱之间。一旁的笼间碾米的机具必须要抬头仰望，像是谢天赏赐丰收。就这样，六堆客家园区里的一景一物深刻入心。只是艳阳的热力放送，此刻最能引起回响的，恐怕是一口沁凉。黄雅，今天内埔好热哦，我觉得我已经快化掉了。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喝了赶快降暑？冇问题，我马上介绍你识得会挑行凉的东西。好啊，挑行凉啊，赶快给我来一点，我一定要让自己赶快降温一下。仿东洋风情的黑白壁贴，搭配简约的内装，但让人难以想象的是，菜单上全都是5颜6色挑行凉的缤纷。这是要直接这样喝吗？我哋介绍一下哈，我哋嘅创意饮料哈，是叫大鱼打带哈。真的没有吗？这个蓝色光看真的就会挑行凉哎。好好喝哦，有柠檬的那个味道，感觉起来好清爽。教我一下吧，这又是什么？这个也是我们创意饮料。我们是用加油枪的概念。加油枪。对，你要多少的量，自己加在里面。好喝，这真的叫做捏甜了。色雷挑行了，太棒了！拜访六堆色雷挑行了的店家和美食，绝对是必访行程。